郡主，我家主子真不在家。你给我出来！郡主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为什么好几天都不理我，还骗我说你不在？我今日有事。什么意思啊？要赶我走？我有许多公务要忙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功夫。我知道，你这个人喜欢口是心非。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你可以跟我讲讲啊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决呢。就算解决不了，至少也可以帮你解解闷呢。郡主整日这般虚度光阴，当真没有自己的事情可做吗？其实我是想来问问你，我听说明天是你们天圣的乞巧节，到时候会有很盛大的花灯会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啊？明天我有事。郡主若是没其他的事情，可以离开了。站住！你吃错药了，好几天不理我，还故意躲着不见我，如今我自己找上门来，你又说一些冷冰冰的话刺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不想再在这些无趣的事情上虚度光阴。无趣？你是说跟我在一起很无趣是吗？我明白了，你现在是觉得对我厌烦了、腻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说得很清楚了。贤哥送客。郡主，奴婢，我不需要别人赶我走，我自己会走。主子怎么突然对郡主这样？郡主很伤心的。主子这样，我都瞧不起你。哼！死渣男，就算在我们现代，分手也要有个原因吧？什么叫厌烦了、腻了？简直莫名其妙！小肚鸡肠，毫无气量，一会儿温柔可亲，一会儿冷若冰霜。你以为你学的是四川变脸吗？啊！哼，这样的男人送给我，我都不要！不要！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，连你都有小心思，开始瞒着我了？小姐，我只是不好意思罢了。这什么呀？明日不是乞巧节了吗？若是男女同行，便是默许彼此的心意。更有传说，若是与心仪之人将红带挂上连理树，就能一生相伴。所以这个红带是你特意为贤哥准备的？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个明日乞巧的人太多了，为了与旁人的区分开来，我就在红带上绣了连理枝，想和他一起挂上。这贤哥还真是有福气啊，让我们家采莲这么用心对他。哎，贤哥要是去的话，他们家主子也会去喽？啊，全天圣的才子佳人都会去的。景世子是天圣最大的才子，当然会去猜灯谜了。小姐，这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？合我什么心意啊？我才不想去呢。月儿，三殿下，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明日是乞巧节，我想邀你一同前往。我对这个节不是很感兴趣，而且也不喜欢凑热闹。热闹是其次，只是乞巧节放心元灯，场面甚是好看。从前我们总是一起，今年我难得回来，想带你故地重游。心元灯？没错，明日我们先去祭红绳，然后去月亮河放心元灯，好吗？
不是说要谢我吗？这个谢礼，不为难吧？哎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可是乞巧节。那跟我们没啥关系啊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在天上男女一起过乞巧，可是互许心意的意思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可不能错过。乞巧节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。好像挺有意思的。一起去嘛。哎，行行行。喊什么啊？又不是没见过我有那么大惊小怪吗？再说了，一睁眼看到我不应该高兴一点吗？下次再这样，我一定军法处置。好啊，到时候啊，让你那个皇帝爹爹知道，他的宝贝儿子在军营里面真的私藏了女子。这件事呢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的整个天圣都知道了。到时候你父皇为了颜面，就不得不把我嫁给你啦。少来这套，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陪我去看花灯。这里是军营，你以为是客栈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我是不要什么颜面，但是我不能为此让我父皇丢了颜面，不然你以为军营能困得住我？是我自己不想出去，要不然我早去找小丫头了。可是今天是你们天生的乞巧节，是男女互许心愿的日子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想去看看嘛。好啊，那我把令牌给你，你自己去呗。我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怎么知道去哪看呀？我找个人陪你去。叶清然，那我就穿上女装，在你们大营里面走一圈。我还说是你把我抢回来的，强抢民女还欺负我。哼，欺男霸女，我叶清染还真干过，也不怕再干点更混的。你去啊。你真不去啊？好吧，这身衣服我穿的也够脏了，我觉得脱了也罢。你来真的呀？去不去？我来这里是反省的，如果我出去了，肯定会被人发现，传到我父皇耳朵里，我是要被关禁闭的。我也有办法呀。你看，我会不会还缺点什么？还缺朵云彩，小姐便是仙女下凡了。小姐今日定是天圣最出色的女子。哎，大家都把彩灯挂到府内各处啊。是。贤哥。主子，这外面的人过乞巧节，连你也要在府里面张白吗？主子心情不好，兴许看看彩灯就会舒坦些。哎，真是可惜。听彩莲说，云郡主和三殿下去放心愿灯了，这兜兜转转一圈，还让三殿下夺了先机。你往后不要再在背后议论他人。我不说，主子心里也会想啊。难道我真是无事可做？就去跟着上官学着收收账，打点生意，不要整天无所事事。想来今日最高等级的灯谜一定会被三殿下抢走，献给郡主。这可是主子第一遭被别人夺了彩头。你下去吧。是。
别动，再动都弄乱了。头饰都弄乱了，你知道吗你？啊，你别乱动，特别好看呢。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是不是特别佩服我啊？我要把你踢回军营，再抽你几十鞭子，然后让你滚回你的乐旗。哎呀，不要生气啊！生气我化的妆都白化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身装扮，在你皇帝爹爹面前，他都认不出你来呢。你别碰我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待会儿就这样子啊。好了。让一下。来吧，大小姐。我们去找小丫头吧。好呀。月儿，人太多了，你要跟进我才好。嗯。这里是？这是乞巧节的传统，和心仪之人一同在千佛树上绑上红带，便可结下姻缘，从此情意相投。我们缘分天定，即使走散了，也能再遇见。快点磨蹭什么？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哇，这就是你们天圣乞巧节的姻缘树啊！哎，君然，叶姐姐，我们也一起找个红带挂上去好不好？哎呀，这是求结姻缘的，你自己挂吧。那怎么行呢？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挂啊！倒是第一次听说两个女子挂红绳的。是啊，不管你陪我嘛。放开！叶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……小丫头，你是我。月儿，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走吧。嗯。来。景世子，景世子，我可以把我的红带与你的绑在一起吗？我没有红带。景世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月儿，你以前来这里都是很兴奋，为何今天如此安静？啊，以前年纪小，看到什么都稀奇，现在长大了吧？来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月儿，这曾经是我们每年都一起做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没关系，忘了别忘了，只要你还在我身边，我们便能制造更多新的回忆。来，月儿，把眼睛闭上，许个愿吧。许愿？嗯。
我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愿望可以许了。比如，祈祷早日恢复记忆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是赶着去看花灯。哇，这盏灯好漂亮啊！这可是灯魁。灯魁？我只听说过花魁，没想到还有灯魁。每年七巧节啊，都会有一盏灯作为灯中魁首。若想赢得此灯啊，必须答对3道灯题才行。这灯这么漂亮，想必题目也肯定很难吧？这有何难？你若想要，我便帮你赢主。各位，今年的规矩很简单，有意抢夺花灯者，皆可相互出题。答对最后的第3题，最终胜者便是今晚的擂主，可带走这盏寓意最吉祥的琉璃灯魁。各位，谁先出题？我来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我这道题的谜面是：画10圆，写10方，有它暖，无它凉。打一个字。我猜，这是一个日字。玉宁，没错，就是日头的日。这秦府千金可真是不同凡响啊！是啊，不仅美貌超群，才华更是不容小觑啊。那我就来出第2题了。直上浮云间，也是打一个字。去字。这是一个去字。哦。目标！玉宁，出的不错呀。这不是京城有名的纨绔之女云郡主吗？这云府的郡主不是大字不识吗？今天是怎么了？能答对这秦小姐出的题？哎，你没看见她旁边有位公子吗？肯定啊，是背后有高人在指点。说的是啊。小姐答对了。这接下来的一题是最后一题，今年花灯魁首花落谁家？就见分晓。小姐，请出题。我出的这道题，答题者不仅要猜出谜底，还要到我身边来，亲口告诉，才能算赢。大家听好了，木木跨于心，小和尚光头。古人作反文，凄惨无泪水。这4句话分别代表4个字：小和尚光头。我给大家1炷香的时间，如若未解出，那这道题就只能留到下一届了。这题也太难了，非得才华横溢的锦世子来了才能解开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锦世子，您来了。
哎，锦世子来了。玉娘，木木跨于心，此乃响字；小和尚光头，此乃拟字。古人作反文，此乃作字。凄惨无泪水，则为妻子的妻。公子答对了。不过啊，这位小姐说了，要亲自在她的身边说出来，才算赢。想你做妻，这4个字说出来，就这么难吗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为难景世子了。景世子，不如就将这花灯送与这位姑娘，邀请她共赏这烟花美景，如何？渐渐融情断人肠，趁你睡梦中，你归来我身旁，梦醒时分来寒冰天悲凉，一夜白头人之堂，渐渐融情断人肠。夕阳离去的彼岸是我玉娘，千月，这片烟花当我送与你，一瞬虽短暂，于我却能绚烂一生。蓉姐，若你每年能送我魁首花灯，余生我便是孑然一身，只候着一夕光明。我快跟不上！哎，你别跟着我，真是狗皮膏药！干嘛那么生气？吃一口。吃什么吃啊？还有脸吃？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这样不男不女的，还差点被发现。要是被父皇知道了，我小命就玩完了。既然娘子不喜欢，我帮你脱了这身衣服便是了呀。你害不害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信你一次，我就自绝于天下。那正好呀，我带你逃回月旗，我们一起私奔。就算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也别想称心如意。啊，哎，既然遇见了，就随一起去看看这乞巧节吧。是。这乞巧节果然是热闹非凡呐。此乃皇恩浩荡，恩泽天盛，这黎民百姓才得以如此惬意的生活。这乞巧节原本是妇人祈求智巧的日子，后却变成了有情人相会的日子，和天下才子佳人想要偶遇的日子。荣爱卿，你以为如何呢？
还以为这倒也是个成双成对的好日子。是啊，多么好的日子！老了，消受不起了。陪朕去那边坐坐吧。是。坐。玉娘，你知道吗？这乞巧节热闹着呢。哎，对了，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点心铺，我带你去尝尝。不想去。哎，你别跟着我。就在那边。刚刚穿绿衣服那个人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哎，你别说哈，还真是有点面熟。在哪儿见过呢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。天意多年在外，回来后的第一个乞巧节，果然是和浅月丫头在一块儿啊。儿臣希望以后的每一个乞巧，都能陪月儿一起。好。月儿，小慧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那是个钱庄吧？啊，是。这下可得损失不少银子啊！这年头，钱庄都能爆炸，真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。那钱庄里边除了银钱还能有什么？难不成是个私炮房，里边都是火药？要真是个私炮房，那可是大罪。会不会是有人存心行刺？儿臣惶恐，想来还没有如此胆大妄为之人。让大理寺给我查，先从那家爆炸的钱庄查。儿臣领旨。我去救老王爷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怎么伤成这样啊？花灯间发生了爆炸，陛下也在。以后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，你没事吧你？啊！这邪了门了！爷这次又栽到你这个黑心公主手里面。说谁黑心公主呢？天生男儿就是细皮嫩肉，好婀娜多姿啊！你少来！花灯会上，居然还有爆炸事件发生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反正只要不是我们就好了。喂，你刚刚说谁黑心公主呢？说你啊！怎么又推我啊你？我就打你又怎么了？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是吧？黑心公主，你最厉害，你最美，来，你穿上。哎呀，穿上，放穿上，手，我不穿。哎呀，叶轻人，我穿着没你美。
娘子，你没事吧？郡主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伤势吧。我已经帮你看过了，受的只是些擦伤，你休养些时日便可痊愈。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，郡主救了我，于我而言，也算是有一个恩情。在下必须要尽些心意才好。恩情。既然郡主醒了，在下就告辞了。站住！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欠我的，也不喜欢欠别人的。你救过我一命，如今算是一命抵一命，我们算是两清了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如此便好。既然两不相欠，不如两不相见。这个爆炸点得也太急切了，如今伤了这么多的人，怕是不能善了啊！相爷当初甘愿冒险，费心让我埋下炸药，不就是为了借此造势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若是把握不住好时机，又怎会让陛下疑心呢？这次险些波及了陛下，如果真是那样，这就是弑君之罪，你明白吗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钱庄是三皇子叶天意的秘密产业，他借此囤积钱财。此番爆炸在陛下眼前发生，让他避而不及。只要陛下肯查，就一定可以发现叶天意的狼子野心。险中求胜，老夫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可也不能把别人的性命也牵扯进来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冒这个险，即使搭上了我的性命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否则，相爷就不会屈尊来求我做这些事情了。这事儿现在有几成把握？根据当初相爷告诉我的钱庄底细，我已查到了些证据，剩下的就看相爷如何上达天听了。哦，阁主，京城这下子可热闹了，吩咐我们莫阁的兄弟们全数退出京城。我们要腾出地方，让天圣自己的人斗个你死我活。是。陛下，这湘雅居表面上是正经生意，实则是一间地下钱庄，假币便由此大量的流入市井，品质极高，恐非常人可以染指啊！神通广大呀！一手遮天，瞒天过海这么久。臣查到，此钱庄还有很多家分店，经常由一男子打理。何人？此人乃江湖中人，收人钱财，与人卖命。江湖中人，区一个江湖势力，怕是还不敢如此大动干戈吧？秦相是意有所指？微臣不敢。只是有人曾经看到三殿下出入过湘雅居。湘雅居是开门做生意的，谁都可以去，去过并不能够代表什么。再查。是。把老三给我叫来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前几日朕让你查的那个爆炸案怎么样了？儿臣还在调查，但敢在内城策划此事的人，一定不容小觑。你知不知道那家钱庄是专门制造假币的贼窝呀？儿臣确实不知情。朕难得一次微服私访，
知道朕行踪的人也就那么几个，可偏偏就发生了爆炸了。叶儿啊，你想要朕性命的人，会不会是朕身边的人呢？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会彻查此事，将这个贼子揪出来。你刚刚回天圣，做事更需要格外的谨慎。这朝中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涌动，明白吗？退下吧，朕也乏了。是，儿臣告退。这场爆炸，烧得我实在不甘心。为什么会爆炸？难道是齐小节烟花所致？蓝姨已经勘察过了，里面有火药的痕迹。这爆炸案根本就是有人故意为之。殿下，如今朝堂风向，我们务必要低调行事，暂不可轻举妄动。依我之见，我们还是要查清幕后之人，才好见机行事。父皇只怕已经怀疑我了。殿下不必担心，皇上面前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，钱庄的事本与我们就无关，一定攀扯不到殿下您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父皇好不容易信任于我，才让我监国。现在父皇心中一旦生疑，也不知是被哪路人盯上了。抢先烧了钱庄不说，还平白惹来父皇猜忌，真是腹背受敌。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动静。殿下以为会是谁呢？王爷觉得呢？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此事一出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钱庄的事二哥也知情，他定是不可能的。能在父皇面前陷害我，难道是那个吊儿郎当的老四？表面什么样，那是做给外人看的。这爆炸案一出，唯独不在城内的就是四殿下，而且仗着在营内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的，也是他。属下失职，请殿下处罚。发生了何事如此慌张？回王爷，湘雅局押送小营的人半路被劫持，属下带人赶到的时候，已经全部被灭口。什么？劫到的是谁？应该是四殿下的人。果然是他。平日里看着云淡风轻，暗地里早就部署了这么多。我早就说过，人不可貌相。殿下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，可以让皇上的猜疑转到四殿下身上。父王，父王，您知道吗？这次一定不会错了。如此浮躁，成何体统？三殿下，这次四殿下在军中藏匿女子的罪名，一定是跑不掉了。
封锁全部出口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是。四殿下呢？小声点儿，四殿下才刚睡着。本王在问你话。三殿下，拓跋公主。哎，谁啊？这么吵啊？三哥。